其实从前我个放梅啊，该四福公司我放梅个用呀，我个放梅啊，佢外国来到去长木啊，过来修木啊，我搞这样出到5年线啊，这啊，我的是特别是我嘛个牛佬，佢话爱先从过讲古啊，讲到古，我的是为谈哈。哦，我是讲啊，我哋咪嫌弃按照外公啦、加工啦哈，啊加工，我係咪畢業咧中醫學，乃最好咧哈，就好，像我早人講啊，只是畢業以後啊哈，嗰時我個北美個用也是啦哈，也是方面也是親切啦哈，我畢業以後，將我講我是嘛。講蠻好，你按時，像10歲按時，講離婚呢唔讓按時，加2年呢後台就漲落去哈。差不多16歲咧，到咗16歲咧，個師傅公司喊講，免講學士好耐了哈，講上台學唔起哦，學唔起啦，上台新發學唔起啊意思哈，我是啥過去我是前年進到今天馬個社會做哦，是學士即到今天開新淡水哦，我開水哦，數目哦，還留去肖像哦，就那肖像安尼真有是水哦，是啊，不用講沒事，就出門做事哦，我就是這我師傅寫當多，是做咧秋春安尼。我竹東網山我是做唔出的，冇條人。是做竹東人做，天天行上那做，一直做唔起的。但當我咪做，我這個按多上我咪冇條人做，雖然是做到進步啊，跟情報咪講要修兩個啦，因。文化局嘅是安和院、四合院嘅是這套，講有許多進步啦，北部啦，哈，個全部力量個變開冇，北部啦，關係啦，你喺度用你萬寸講究出我唔做。